大家好，我係花生仔，歡迎翻嚟今日嘅樓市快報啊！我每日都會同大家一齊睇下香港磚頭嘅故仔，學樓市 KOL 話齋，樓市一定會反彈，不過冇所謂啦，信者得救，唔信咪繼續住樓下公園咯。大家準備好未？哇，各位觀眾，今日個開場有啲唔同，因為樓市好似真係有翻啲起色喎。啲樓市 KOL 係咪終於可以開翻支靚香檳？慶祝自己眼光獨到，由年頭捱到年尾，終於等到個市彈翻起呢。我哋先睇數據，根據中原地產嘅資料，踏入11月，樓市氣氛明顯回暖，十大屋苑喺啱啱過去嘅週末錄得10宗成交，按個禮拜計升咗足足2成半。分析話呢係主要係因為減息週期，加上發展商呢清咗唔少一手貨尾，壓力細咗。成個市場嘅信心咧都翻晒嚟，專家仲預計今年全年樓價有望升翻5%，結束之前連跌3年嘅頹勢，聽落去係咪好鼓舞呢？啲業主嘅議價空間都開始收窄咧，睇嚟真係守得雲開見月明。不過呢，樓市數據靚係咪代表個個都開心呢？有啲嘢就算個市升都解決唔到，甚至可能因為咁而變得更加離譜嘅。講緊嘅就係港鐵何文田站，最近呢，有唔少何文田同愛民村嘅街坊發現，咦，搭車翻屋企個站嘅指示牌好似唔同咗樣。冇錯，原本 A 出口大大隻字寫住嘅愛民村何文田村，而家變咗做新落成嘅豪宅朗然峰，啲村民嘅名就縮到細細隻字擺喺牆角，唔留心睇真係會 miss 咗。搞到有啲老街坊都話啊，依家唔識翻屋企啦！喂，大佬啊，愛民村喺度幾十年係一個地標嚟嘅。港鐵作為一個公共服務機構，竟然為咗個新樓盤，將幾萬個居民日日都會用嘅指示牌改頭換面。立法會議員田北辰都忍唔住鬧，話呢個做法離 X 大譜。港鐵點解釋？佢哋話指示牌空間有限喎。哇，真係多謝晒喎。朗然峰係港鐵上蓋項目，有專用大直達車站，啲業主本身都唔會當失路啦，反而係啲日日搭車對呢區最有歸屬感嘅村民，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嘅社區被消失咗。呢件事正正就反映咗喺香港呢個地方，商業利益有時真係可以凌駕一切，係連你翻屋企嘅路都可以幫你優化咗佢。講開錢同利益啊，有人將錢投資喺磚頭上邊，希望個市升翻可以賺一筆，但係亦都有人睇準另一個趨勢，就係降級消費。大家有冇聽過一間叫淘多多嘅鋪頭呢？佢唔係淘寶，唔係拼多多，而係一間喺香港逆市擴張嘅實體店。喺經濟麻麻，個個都話要慳住使嘅時候，佢反而越開越多。喺香港已經有17間分店，最近呢仲威到呢就衝出香港，喺馬來西亞吉隆坡市中心開鋪嘅。最誇張嘅係咩啊？間鋪呢有2層樓高，超過3000尺，但係一個月租金呢竟然唔使5萬蚊港紙。你諗下，喺香港5萬蚊租，喺市區可能連個車位都租唔到。人哋已經喺吉隆坡黃金地段開咗間巨鋪，呢個對比真係好強烈嘅。一方面咧，我哋見到樓市數據咧，好似好翻啲，豪宅有人買，但另一方面咧，大眾嘅消費模式其實越嚟越趨向平價同埋實惠嘅。淘多多嘅成功咧，正正就係食正降級消費呢條水。呢個現象話俾我哋知，雖然樓價可能回升，但係普羅大眾嘅荷包其實仲係好緊。樓市嘅溫度同市民感受到嘅經濟溫度，可能根本就係兩回事。所以話呢，睇樓市唔可以淨係睇啲成交數字，數字背後嘅社會現象，好似港鐵為豪宅改名，或者平價商店越開越旺，其實都係一塊又一塊嘅拼圖，拼湊出香港最真實嘅一面。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。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嘅樓市睇法，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，下次再見。